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块囡仔歌是安尼唱，唱讲大口袋炒韭菜，小小一碗来，冷冷我不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韭菜韭，它各有韭第二条。咱知影讲韭是一款花材，是石蒜科葱仔属，草本有30公分悬，叶仔是长长扁扁，会当用来煮做料理，或者是包做煎包。韭菜生的花就是韭菜花，因为佮有一款夜光种出来的韭菜，无日头照，色水会较黄，或做白韭菜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韭菜花，是讲韭菜洗出来的花会当煮菜来食。第二个词读做韭菜脯，这是讲衫裤裙裾的边幼幼长长一条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一句话讲：正月葱，二月韭，三月杏，四月影。虽讲韭菜一年四季拢会当种，也毋过当年新历11月到过顶年3月，温度上适合种，会生出来韭菜花，发出来韭菜亲像是韭菜脯，长长幼幼，水果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韭菜韭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